也许是太贪图这难得的机会，老好朋友穷哈里行，有人帮忙注意自家的安全。我们疯狂的泛舟，我们楚爽的看风景，轻松享受休闲时光，仿佛任何事都能一起经历，好多感动需要沉淀。Hello， 嗨，很棒吧？叫你跟我下去玩水啊！我觉得我在这里也是懂轻松哎。可刚刚在水里面真的有一种那种轻松、享受休闲的时光的感觉。对啊，超棒的东台湾。其实阳光有一点大，还好你有擦防晒。有，你刚帮我擦，感谢。这一趟旅行接近尾声，我们还想要多留一些纪念，一起制造彼此的初体验。我们来到了蓝染坊，想要做姐妹丝巾。哇，要娘给不一讲哎！嘿啊，我俩就做了染暗头色，等下做了看一下，看你中医那种的色，你做了染。那我要那种的色，最长的。抢色。哦，做对了咧，可能一讲。这会不会很难做啊？唔会，哎，等下有了现场会搞你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就开始吗？好，等下做了可是。默契是连喜好都很像的，不约而同，我们为这一趟夏天的闺蜜之旅染上深深浅浅的蓝色，倒下染剂，反复洗布，每个动作都像是让我们的情感更加丰富洗练。哇，拿到手上好骄傲，超开心的，这成品也太美了吧！真的。你看我的抓染。我的 Q 法说是 Q 法，但是有点像凤梨啊，真的有点像凤梨，那个很前面。这么怎样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娘给不一讲哎，真的耶，超美的啦！拍拍手。心被彼此的好感情充满，但是饥肠辘辘的五脏庙也需要被关照。客家特色食材梅干菜入包子，是我们给自己的小奖励。当我们赞叹娘给不一讲，因为那是独一无二，就像我们珍惜闺蜜的缘分，因为我们知道人生难得一知己，可遇不可求。